再来国际新闻，咱来看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有一个研究生夏利尼是后来反对加沙战争时为活动的领导者之一。伊伫咧后来发起挺巴勒斯坦运动，和国务卿以损害外交利益的理由要甲伊赶出境哦。这个司法诉讼已经和路易斯安那州的移民法庭完全执行了。 美国白宫10日伫官方社群媒体用突发新闻的方式宣布，法官裁定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哈里尔应被赶出境的消息。国土安全部长诺梅也发文对安尼结果表示欢迎，佮讲哈里尔受训美国，以鼓吹暴力、美化甲支持恐怖分子杀害美国人、塑胶犹太人，都不应该惦伫这个国家。 30岁有美国永久居留权身份的哈里尔，是高大校园反对加沙战争示威活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3月初，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夫用冷战时期的移民法，以损害美国外交政策利益做理由下令逮捕。迄一日就被送去路易斯安那州的拘留中心羁押，甲特别生囝的太太分开。 While his deportation would devastate his wife and their soon-to-be-born child, it would also intimidate all who dare to speak for Palestinian liberation. 移民法庭的裁定包含允准哈里尔伫自杀进前因申请豁免被赶离开。伊的代表律师已经向诺泽西的联邦法院提起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诉讼。联邦法官已经发出临时禁令，阻止赶离开的行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国际特赦美国分部拢对这案件表示关切。国际特赦推文表示，这裁定是予所有住伫美国人发送一个心寒的信息。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